香港於2025年12月19日為37歲消防員何偉豪舉行隆重的全禮葬禮。何偉豪於11月26日在大埔宏福苑發生的大火中不幸殉職，該場火災共造成160人死亡。他的靈柩由改裝成靈車的消防車運送，從紅磡環球殯儀館出發，政府官員和消防同袍列隊致敬。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及政務司司長陳國基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、律政司司長林定國、保安局局長鄧炳強、消防處處長楊文雄以及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等出席了莊嚴的儀式。靈車隨後前往事發地宏福苑，在途經何偉豪曾駐守的沙田消防局，消防局鳴鐘象徵他最後一次的值勤。靈車最終抵達位於火炭禾輋的公務員殉職者專用墓地英勇墳場。消防員身穿禮服，其中部分佩戴頭盔，將靈柩緩緩安放入墓穴。何偉豪的頭盔亦隨之入土，家人、朋友及同袍齊心向這位英勇消防員致以最後的敬意。